新法故事底部嘅传奇人物，着顶正正嘅衫，表情又个庄严又个神统，大概弄当场有生命。当新法嘅时候，单枪用面团，就是在表达人物传承嘅素材。俩弄系刘家才师傅3000万元来嘅辛苦结晶。当时我嘅很多菲利布工厂，我嘅同事地位都全部亲，你客家话都米钱，亲米钱，所以呢，该下班以后出去请假，像人家摆摊啊，做小生意卖，有熟识到捏面人的师傅、发铜的师傅是民俗技艺，全部都在摆摊的那些师傅啊，我是。他有好奇心，因为他把身体有他点的细节是看的是爱人唔好。佢当时将20万世界刘家才，因为经济压力接触颜面人呢项生意，不过师傅只系带进入门，过后就要看刘家才自家完全打拼咧。俺冇去晓捏面人，因为他吃到几下头捏到跟面粉团呢，做天啊，我是到个师傅研究，有几个师傅啊，每年都会作品啊，将来就协商。将无学技巧弄下盲出师，就由公家单位请刘家才去教。你下飞起咧，放弃邀请，感觉太大爽。不过冇个材料，爱完全做先生。个人要教，我必须要拼命去给他做，我一定要做到有创造的个员工啊。这样做对啦，搞学生这样的幸福讲，那个老师傅有两把刷子，刚开始刚下呢是按不头啊，然后按做到天光啊。3000万年来，刘家才专心教学创作，没想到了细嘅东西，真系到佢无色无色。天气热来嘅时候。3月3日，你唔攀得上面衰啊！就爱用起来，久而久之，你的身体，比如讲你木竹，你用木竹跳久，跳湿热，会春湿，湿啊山川无法度好准时。为了抗旱，也因为传统颜面人必须以白做实，希望半成品走咧就无法度补救。所以10万年前，刘家才就同脑筋通到材料相摆。传统嘅颜面人可比安尼嘅装技，听说无变形。不过刘家才师傅嘅颜面人，无论安尼嘅装技，总无变形，甚至跌落去天底下，也空款好好，眼睛就会记到底摆，干入石膏。大家都知啊，面粉、糯米粉、酒啊，佢凿了以後呢，2-3年以後呢，會變啊，那個眼光皮擦的攞出全部會去食。你辛辛苦苦做半日的東西，尤其係做一個人物，你要做到佢傷痛，個面前你來調到了個發痛嚇，個時間啊，個唔係1點鐘就2點鐘。外本作品是在刊乃保存，劉家才苦心研究弄失敗，每項有一百個機會，佢尋到靈感。我喺門頭前呢，有看到一個小弟弟，佢黏在咗下面啲度，跌吧佢唔都好，跌吧佢天嚟下去，飲起嚟又拿到個嘴肚皮，我是老個小朋友講，我講。拿來看啊，跟黏在我用這樣來看下好，看看個蛋糕還有下細膠，安全細膠奶嘴。我講啲細膠我唔是試過咧，我是來試看啦。劉家才嘅創意顏面人做法同傳統嘅弄強款，只係做實含到表熱烤箱，低溫配5分鐘。一種套材料底擺加入石膏嘅顏面人，唔單止解決劉家才嘅問題。也同民國80年得到專利。看下呢套作品，弄是在當代表，甚至有時節還是在玩錯形。感覺到無極萬意啊！遇到佢嘅
举动啊，佢嘅動作，攞佢腳骨踢下高低，技術嘅高低。廖家才講，該在個當時嘅研究成功，希望呢下做顏面人實在當難過日，也因為呢種施教顏面人，本期今年頭呢行繼續傳承落去。把這個材料，每一位同學檢查一下，紅、黃、白、綠4種的顏色，各一顆小，大概是像紅豆。同廟會場合擺攤嘅日做一件模，廖家才延續顏面人文化嘅舞台，揾咗新竹縣一道教育單位。1模、2模、3模、2模，就好了。廖家才教學仲係發拍成筒，學生也教解當有謙詞。就像捏黏土，很好玩。像黏土一般做完就很容易散掉，可是好像這個比較不會，可以保存比較久。學生一屆一屆同作品完成，就算只係簡單嘅卡通人物造型，不過對廖家才來講，才看到文化傳承嘅希望。啊，你啊經驗啦，還有看到，你到小朋友學習嚟嘅，一個興趣哈，又最加出來。所以講，喺教咁多年來哈，小朋友每一屆講上課會都冇衰，每一屆冇講認真嚟讀。無論材質，也係相依相伴。廖家才弄本顏面人延續生命，也帶領兩項文化行業新境界。